第九式流失拗步，咁啊詳細啲講。喺整個太極拳套嚟講咧，流失拗步啊，應該係咧最多用同埋最難打得好嘅。嗱，我哋由呢個8兩次打起啊，咁啊轉咗身過嚟，嗱，踩好個步，呢個左腳同右腳啊個距離咧，啱啱就同我啲膊頭咁闊。我哋鬆胯靠膊第一個向東北撈手，而收尖，嗰隻手唔聽我右手有冇喐收尖，收到啱啱同左腳平衡，咁按出，呢個叫流手流失拗步第一度，然後沉踭。右手成側掌，靠背，我要打到我個背啊，同我身啊成條直線。然後起尖、手尖、腳尖，好啦，咁個身咧鬆正啦。第二度流失拗步咧，將兩個前臂都向右轉45度。由側掌變咗仰掌、陰掌，再將腰轉45度，仲要咧將我身領高，打到我重心喺右腳嘅4分1，你鬆胯靠膊撈手，嗱右手冇喐嘅，轉腰嗰隻手又冇喐過嘅，到到最尾就按掌。第三度沉右踭，右手咧成側掌啦。根本要上步嘛，我係鬆膝，將尾閭兜一兜，意思喺右腳嘅踭上，提左手，又將兩隻前臂轉，而家轉向邊度？向左轉45度。個身向左轉45度，仲要擰身鬆胯踩腳，靠膊去邊度？東南撈手轉正。好，第四度流失拗步，鬆個左踭，即係沉踭，將左手側掌。鬆胯正身，交個尾閭上步，提手個身又中正咗咯喎，將兩個前臂轉45度向右，向右將腰轉45度，再擰身將最身要打到嗰4分1嘅腳踭，鬆胯靠膊，撈手轉正。佢個標準咧，個中指啊對正自己嘅鼻，然後其他隻手咧就垂下，但係要好成直膊，重心呢個腳膝頭同腳尖喺上面睇落嚟成垂直線，呢個叫做流失拗步。